彼得后书第1章，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甲使徒的西门彼得，写批互遐因为阮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的义，甲阮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，因为恁认捌上帝，甲阮的主耶稣，多多会加互恁。上帝的神为已经将一切关系伫生命甲敬虔的事赐互阮，拢因为阮认捌迄个用家己荣耀甲美德召阮的主。因为安尼，伊阁将阁宝贵、阁极大的应允赐互阮，叫阮既然脱离世上对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到甲上帝的性情有份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恁着分外的温群，有信心，搁着加添德行；有德行，搁着加添知识；有知识，搁着加添节制；有节制，搁着加添吞忍；有吞忍，搁着加添敬虔；有敬虔，搁着加添疼兄弟的心；有疼兄弟的心，搁着加添疼正人的心。恁若充充足足有这几项，就的确互恁伫认捌阮的主耶稣基督的顶面，袂到伫贫惰无结果子。人若无这几项，就是痴迷，只看见近的所在，袂记得伊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清去。所以兄弟啊，应当搁较温群，互恁所得的温调甲竞选坚定不移。恁若行这几项，就永袂失脚。安尼的确互恁丰丰富富得到进入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恁虽然知影这个事，并且伫我已经有的真道上坚固，阮却要将这个事常常提醒恁。我掠做应当趁我还伫这个场边的时阵提醒恁、激发恁，因为知影我脱离这个场边的时阵得要到啦。拄拄亲像阮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，并且我要尽心出力，互恁伫我离开世间以后，时常纪念这个事。阮从前将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，甲伊降临的事，甲恁讲，并毋是随叹怪巧捏造的胡言，就是亲目看见伊的威严。伊阁对爸上帝得到尊贵荣耀的时阵，对极大阳光的中间，有声音出来向着伊讲：这是我的疼囝，我所欢喜的。阮甲伊伫圣山的时阵，家己听见这个声音对天顶出来。阮阁有先知更较确实的预言，亲像灯照伫暗的所在。恁伫这预言上留意，直直等到天发光，新星伫恁心内出现的时阵，才是好的。第一要紧的，应该知影圣经顶所有的预言，无通照家己私意来解释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无出自人的意思，就是人互圣灵感动，讲出上帝的话来。